今年其实在整个兰花产业呢，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其实，在产业面的部分，有更多的二代也相继接入了这一个行业。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也是产业延续、持续有保持竞争力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当然，又可以传承到上一代一些包括兰花经营的一些核心上的一些生长上的一个技术，甚至品种研发上的技术。然后当二代进来之后，更多的有关市场的一个消费或者经营，甚至有一些自动化的设备上的提升，其实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跟整个延续。因为我们在代工栽培，就是在专业栽培这块，我们已经钻研很久了。每一个客人他有不同的产程，那你要怎么把每一批都把它标示出来？这已经不能像爸爸那一个阶段，就是像小吃店一样。一个老板他可以帮你算钱，再记菜单，还要再煎煮饭，所以我们这边都已经往电脑化了。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你拿手机扫我们的条码，我们就会知道这一批它是谁的，什么时候来的啊，它什么时候换盆，有点像生产履历。对，那我们这边就是电脑化管理，那我们可以往农企业的方向前进。在园区的好处是5大管路都已经开发好，那它土地格局是方正的。那方正的好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自动化会非常的需要，第二个就是好的交通，因为我们都是做外销嘛，那所以我们货柜车那么大一台，假如我们现在外面的路是15米路，但是我们一般的农地你要找到一个15米路的实在是很困难。政府他们规划这块土地对我们来讲是差很多的，第一我们土地就差很多了，第二就是造成这一个群集的效应，我们大家都在隔壁，我们交流很快，运输的成本，那些都差很多。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我们的兰花产业都知道，全世界的兰花1/3在台湾，台湾的兰花1/2在台南，所以呢，台南的对于兰花之于台南，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那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兰花的这个外销已经突破了，已经达到了这个疫情前的水准了，甚至已经突破了。所以，我们今年希望会能够更好，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台湾国际兰展，一起来欣赏兰花，看兰花的艺术，看兰花的生计，以及看兰花的未来，都欢迎各位。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3、2、1，请启动我们正义与台南市长王伟提甲侪位贵宾人士共同揭示有着红红火的标志。伫2023年的林权月，市府纪念伫228事件当中牺牲的汤德宗律师，专门设计这个标志，以台南市市会红红火以及象征律师职业的天平作为主视觉元素，同时更串联台南6处人权历史场址，形成一条正义甲勇气之路。这个物件其实是已经有一段大的时间啦，就是由开始规划到，即马要开始来施作吼，然后我想会的完成吼。那我想这嘛是台湾吼少数的，可能是目前有计划第一个将人权和这个228相关的这个地点，成做一个都市人权教育推广的路线。这条路线以台南州会纪念碑为起点，再来是汤德宗老厝、原台南刑务所、原台南爱国妇人会馆、原台南警察署这汤德宗纪念公园，伫遮有关汤德宗律师的人权历史场址，设置专属的标示牌。这个物件不是观光路所，不是观光路草，这是不是观光路草，是一个历史的还原的一个路或者正义勇气之路。所以我想未来咱台南市一定会当含未来真侪少年朋友，透过不管是 podcast 还是讲透过种种的这个影音的记录，或者是
文字的记录，后代也是讲外来的这个观光客也好，也是讲要来少年朋友也好，也是讲要来再看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也好，都会当了解到这段。表示排预计伫今年4月完成，同时也提供 QR code， 就会当看到天国地图。到时阵邀请大家透过实地走访历史场景，斗阵了解台南的人权历史。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面对清明扫墓制作季节，天气阁特别打湿，民众若用火烧杂草，一不小心就烟烧。为了加强墓地防火宣导，民政局表示已经甲消防局协调，加强巡逻警戒，同时卖支援水地服务，指导民众安全小金，希望今年达到零火警的目标。扫墓的时阵，你有哪准备挂水啦、挂到边啊啦吼，历史上有发生着小可会火的时阵，会当随甲灭掉去吼。人讲星星自我可以燎原，就是上类似像这个情形吼。因为清明到这段期间啦吼，迄个其他县市也有发生真严重的公墓火烧。这部分呢，我民政局和消防局来共同拢大家来配合，尽量来甲做甲拢零火灾、公墓零火灾这个情形。局长进一步嘛讲，单位只要烧杂草引起火警，不管公墓还是私人墓地，以放火罪嫌追究责任。点烧杂草啦吼，引起的火烧，这个还是有纵火的这种嫌疑，这个部分哦，可能也会移送法办啦。所以也拜托市民朋友特别爱注意哦，发生火烧的时候，我们会追究责任这个。清明扫墓除了加强防火宣导，另外纸钱集中烧、义工代金等集团环保观念，嘛要全面落实。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时钟剑2英雄会是由丽丽观光甲十国文创共同主办，延续去年时钟剑演出好评，今年再度伫如梦书幻的明池水剧场演出。结合天然地景的环境剧场，成功吸引观众目光。今年度十国技家团携手自留岛现代舞蹈剧场，共同推出《池中剑2英雄会》。池中剑2英雄会即将于4月中旬于宜兰明池震撼展开。今年度由石鼓剧乐团与丽丽观光再度携手，共同推出2部曲英雄会，以台日韩中4国的传奇英雄人物结合信仰、故事、传说。作为音乐的养分，结合了现代舞蹈，来呈现出明池唯美实境的山水古乐剧，邀请各路英雄女豪共同齐聚北横明珠明池，一起来一场跨世纪的音乐盛宴。池中剑2英雄会的国乐剧总共有80分钟，结合了英雄会的主题，再来了神话、传说、信仰等各样故事元素，转化为音乐养分。部分的曲目融合了舞蹈，以现代舞蹈的方式结合明池的山水，呈现出唯美实境的山水国乐剧。演出时间是4月14号到16号，以及4月21号到23号。观众若是对这出戏有兴趣，会当到两厅院购票系统查询多者资讯。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疝气手术是外科医师请看的手术之一。根据台湾健保资料的显示，台湾一冬大约有4万名的患者因为疝气来接受手术，其中以腹股沟疝气大约占90%以上，男女的比例大约是9:1。台南新老病院直肠外科的医师高胜勋表示，过去传统的手术，不管是自身的组织张力缝合，或者是无张力的网膜修复术，因为空隙大。后来随着医疗的进步，结合腹腔镜的微创，和疝气的手术哪来哪优化。疝气的微创手术，它属于是比较新兴的术式，跟那个传统的就是剖开的手术相比，它其实是用不同的手术平面去做这个疝气的修补。那主要提供了以下几个好处。那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它因为是微创手术，所以说它的伤口呢会比较小。最大的伤口大概是1点多公分，而其他的这2个伤口大约是0.5公分不等，所以在伤口的美观度来说是比传统的剖开的手术来得比较好。
那另外的话呢，如果说这个微创手术呢，它在处理这个双侧的疝气的话，它可以就是不用另外再创造新的创口哦，是不是不用创造新的伤口哈？不然传统的剖开手术，它就是等于两侧都要开一个5到7公分的伤口，所以针对这种双侧的这种疝气呢，这个微创手术提供的效益哦是远比传统的来得好。医师表示，不管是经过腹腔，或者是全腹膜外的疝气小部手术，虽然会用咧降低手术后的慢性痛痛，不过透过腹腔镜的微创，病人必须要专心麻醉，因此较无适合高龄而且有侪种疾病的病人，而且部分的耗材或者是外膜嘛必须要自费。不过嘛有用过的患者，亲像画面上这名70多岁的高妈妈，伫个2月6号做疝气的微创手术，加长工就会用马上出院，到目前恢复的状况拢真好。院方嘛特别来献花祝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118行动咖啡厅业者王林的翁婿，因为是从事殡葬业，所以每天出入殡仪馆只是平常的代志。有一天看到这个所在伫咧招租，所以落定决心将这新租落来开咖啡厅，希望会当提供来殡仪馆的民众一个暂时脱离悲伤情绪的所在。有一次看到这边有一个休息室，那这个休息室就刚好我就想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用啊？有一个大姐她本来在卖锅上面，她就想说她要这边她也要结束了我就是这个因缘机会就去招标，然后来这边我就把我自己的想法是说，那有朝就想做自己专属的咖啡店，然后最主要这边也可以服务这边的家属，因为整个里面的话，家属他们有时候没有地方坐，有些地方就是可能在诵经里面的空气氛围可能会有浓烟，好，那有的小朋友也待不住，所以我就想说来这边开一个咖啡店，然后让他们中午休息一下，坐一下。这间开在殡仪馆边118行动咖啡厅，店内咖啡拢是采用自家烘焙咖啡豆，而且也有餐点的服务。其实这条路上没什么吃的啦。那如果说有在里面办丧事的家属，如果说要吃饭的话，可能会比较不方便。那如果这边有开一间咖啡厅，可以让大家来这边购买一些午餐早餐就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公务的关系，常常要进入台南市立殡仪馆忽然间有一天发现，殡仪馆内有一间118咖啡抱着好奇的心态走进来看看。走进来之后，发觉真的蛮温暖的这里的咖啡餐点也蛮好吃的。这环境嘛是足好的，很干净呐。多来这边喝咖啡，这边的咖啡也是很好喝。不止地点独特，店内制服嘛非常的特别，模样就亲像是华航空姐同款。你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款式？王丽燕表示：“那是我的梦想啦。以前就看到空姐，我就觉得哇，她们好漂亮，好美。然后我的身高也不够，我们的外文也没有这么好，所以我就想说，就先自己设计一套制服来当我们的制服，好，就是当我们的制服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去找到那个服装设计公司。”把我的想法、我的理念和整体的感觉，那刚好我的朋友也是华航空姐，那他就是我跟他的袜子是一模一样的。为加添店内艺文气氛，王丽燕还会邀请艺术家来店内开店，大胆佮创新的装饰，和这间店开业无到1档的时间，店内生意是愈来愈稳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伫古石德兰园夜面的船领，一群人来到安平西凉店后面，这是安平王城的遗迹。特别伫迎接台南4-8档的即刻，邀请偏偏是新人各式的家长甲学生做回来实地参观感受，接着了解王城周边的历史故事，更加认识在地历史文化。我们的台南400年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在这边有什么建筑呢？是荷兰人从400年前来到了安平这个地方建造热兰遮城，它后面的故事又是什么呢？所以呢，这一次呢，来带小朋友们来这边热兰遮城介绍，然后而且呢，还到旁边去介绍我们的安平古堡、安平老街之类的一些遗迹跟一些历史的故事哦。原本拢伫课本所读过历史，有机会当实地参观，对安平古堡、东兴洋行到安平老街，
让小朋友更加亲近，嘛知影通珍惜在地古迹。我最有印象深刻的是安平城，因为老师讲的故事非常的精彩，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热兰遮城的城墙结构，而且因为它里面有加可可粉跟糖水还有糯米粉，到400年之后还可以看到这个城墙，我觉得很特别。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安平古堡城墙上的铁剪刀，因为那个是荷兰人他用心挖下来的，我们现在还可以欣赏。台南赢家斯巴丹虽然对着建城庆祝等研发各界意见无同，甚至连成功文化协会认为应该对热兰遮城1634年完工起算才对。不过徛伫花高立场，就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台南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高雄市林雅区中正里长胡维成指责位在五福路上自来水公园40公尺高的地标物水塔，一夜间出现了莫名硕大 OHBZ 的涂鸦英文字样。经过林雅分局凯旋所调阅监视器画面比对，原来是涂鸦客所为。当然奇怪啊，加上去了。哦，这样就是会破坏它原来的设计。对了，那也没改，那设计侵害到人家的设计权。这样上去也是很危险的哈。对啊，那个他也冒很大的险，抓到了，人抓到了。对，那天晚上大概11点左右，我里面有反应，他说为什么我们里内有这种油漆的味道？我来看也没看到，因为可能是太晚了，灯光也不大清楚。就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一看，哇，糟糕，上面被我们的这个涂鸦客涂得一塌糊涂。至于水塔高度将近40公尺，里长除了不解涂鸦客如何上塔油漆，也担心民众一时兴起爬上去搞怪，万一掉下来造成生命危害就糟了。另外，水塔是当地林德关居民共同记忆，欢迎市民朋友来欣赏，但不要破坏或是损毁它。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们是林德关那个地标，希望大家能来这边观赏拍照，但是希望不要破坏它。希望我们这些涂鸦客们，真的这个属于公共设施，大家欣赏的地方，希望大家不要来这边涂鸦。林雅分局凯旋所在获报后也前往了解，调阅监视器画面比对可疑涂鸦客身影，循线查获到身份是刺青师的陈姓嫌犯。除了依照毁损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外，高市环保局以及养工处也将依法开罚并进行求偿。记者李嘉龙高雄采访报道。现在有毛小孩的家庭越来越多，跟朋友聚会或是想要外出用餐，都成了家长头痛的问题。为了提供毛小孩和家长一个慢活的用餐空间，陈鸿儒特别打造了一个让有毛孩的家庭能够安心用餐的友善环境。当初我们会开这个宠物餐厅，是因为希望就是我们这边的高雄的市民也可以带狗狗出去的时候不会一直被拒绝，因为其实很多餐厅是不准狗狗进入，也不准狗狗待在袋子里面。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说，透过一个这样子的空间，让想要带狗狗出来的人可以安心的在店里面用餐。我们这边也有提供宠物餐食，那我们这边提供的宠物餐食都是用鲜食去制作的。进到店里，小而温馨的舒适空间，让家长们能够和自己的毛孩无拘束的享用下午茶餐点。这里除了提供多样现场可以食用的餐点做选择外，陈鸿儒还设计了让想为宝贝们庆生或是准备派对零食的家长们的宠物鲜食课程做选择。宠物鲜食跟宠物蛋糕本来就是我们起家的产品。对，那蛋糕的部分，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不要再用人类的食物去给狗狗吃，而是买一个专属于狗狗的鲜食蛋糕。对，我们的手作课程有包含蛋糕，也有包含一些节庆的产品，比如说年菜啊、月饼和果子。从鲜食的制作到宠物生日蛋糕及配合节庆制作的宠物食用餐点，这里也提供了可以帮毛孩庆生的专属空间。你和毛孩不知道去哪里吃饭或办派对吗？不妨来这里走一走，度过属于你们的幸福时光。记者周福庆、曾佩云高雄报道。超
立体的虎爷在高雄的夜空中张开大嘴，气势惊人。今年初台湾灯会的无人机演出展现了超高人气，而现在观光局也宣布即日起推出全台唯一的无人机迎宾表演服务，让外县市民众相当期待。去年的无人机的表演好像吸引了不少的人嘛。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有这个表演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吸引到不少人来看这个表演。而且高雄的这个位置地区啊比较空旷，所以是蛮适合的。观光局与实践大学共同合作，结合产官学界资源，推出新形态的无人机迎宾表演服务。现在只要组织500人以上来高雄指定景点游玩，并住上1晚，就有机会免费观赏。那即日起，只要到明年的11月25日止，单一场次超过500人以上的团体的话，来高雄办理奖励旅游相关活动，并且入住我们的合法旅宿1晚。然后到我们指定地点去游玩之后，就可以来检附相关的资料，跟观光局来申请独一无二的无人机表演。高雄从年初开始就不断推出大型活动，如今随着疫情解封，又搭上无人机话题，推出全台独家迎宾表演，渴望再度掀起观光热潮。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点，一个某种东西吸引这些500个人的，对不对？那这么500个人算一个大团啊。对不对？至少他到这个定点来的话，他可以欣赏那个先进的科技啊。希望说，藉由无人机这么精彩的演出的话，来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旅客，后续来到我们高雄来观光旅游。无人机配合着音乐，在夜空中变换出各种模样。后疫情时代，高市府也积极推出新活动，力拼城市观光。记者邱玉婷、苏玉文高雄报道。天天5蔬果，健康跟着我是主打营养均衡的口号之一。早餐、午餐、晚餐，餐餐都有可能吃到蔬菜水果，但是家家户户经常将买来的蔬果快速冲一冲，就急忙拿去料理。忙着煮饭赶时间的同时，是否有仔细将蔬菜水果上的农药残留妥善清理呢？高一营养师教你如何单纯用清水来搞定。浸泡跟正确的清洗，最主要就是让它能够让农药可以溶在水里面，然后增加我们清洗的清洁度。不同种类型的蔬果有不同的清洗方式，带皮吃的、削皮再吃的，或是叶菜类的食物就截然不同。然而，对于像花椰菜、高丽菜、草莓等等较为脆弱、不能大力搓洗，而且表面又不是非常光滑的蔬果，该如何清洗干净呢？凹槽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用软毛刷，然后去刷清洁它有凹槽的地方。去皮才吃的话呢，我们就是一样做浸泡，然后清洗之后，我们再削皮，然后做裁切。叶菜类的东西的话，我们就是因为它就是叶子比较难清洗，那我们就会建议就是流动的水。然后泡在盆子里面，把整个叶子都舒展开来。花椰菜类的东西的话，藏一些虫卵或者是虫的部分，就是尽量做到清洁的部分。为了让蔬菜水果长得漂亮又完整，使用农药俨然成为了种植的必要条件。只要用正确的方式来做清洗，其实就不用过度担心。此外，有许多人会认为冷冻的蔬果营养成分会减弱，营养师李纯瑜表示，只是口感问题。想要吃的健康，最重要的是营养摄取均衡，如此一来也能分散风险，并强调人们的肝肾会有排毒代谢的机制，农药残留在食物上，虽然要正确清洗，但也不需要因此矫枉过正。当季的蔬菜跟冷冻蔬菜，其实冷冻蔬菜的营养价值并没有比较差，它也是可以被保留下来这个营养素的部分，只是口感上面的差异，当然会比新鲜的蔬菜来的没有这么好。这样那均衡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摄取不一样的食物去分散这些农药残留的风险。那再来，我们健康的成人，其实我们肝肾是有代谢的能力，可以代谢这些毒素，所以我们的重点应该是说饮食均衡的状况之下，然后这些蔬菜都有去做一个正确的清洁，那我们蓄积的农药就不会有过多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天天5蔬果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在现代世人的健康理念之中，摄取多样化的蔬菜水果，不但能吸收更丰富的营养元素，也能避免单一蔬果摄取过量的风险。吃得多不如吃得正确，也才能吃得健康又安心。记者黄冠维、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